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咱个来到上帝圣殿那边，做伙来敬拜。邀请大家人起立，邀请大家人起立来。咱甲边仔的人讲，我相信今仔日有圣神的风甲咱们同在。我相信今仔有圣神的风甲咱同在。阿门吗？阿门。阿门，咱做伙准备心，咱要来敬拜。咱把主客客，咱来邀请圣神来到咱中间。哈利路亚！咱将咱的手举起来。哈利路亚！咱做伙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的风，我较无你；圣神的风，我较无你；圣神你的疼，我较无你；圣神你的疼，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来，圣神我邀请你来，踮伫我的心，踮伫我的心。用淡薄仔的时间。咱家己来祈祷，来邀请圣神来准备好咱的心，将这礼拜所有的话语拢放下。这个时阵，咱们来读读，来敬拜上帝，专心来敬拜主。哈利路亚，谢啦，达拉斯耶，是你主上帝主啊！一切的话语、超凡，我拢放了，交托给主。哈利路亚，谢啦，达拉斯耶，达拉谢别达斯耶。是主，阮相信今仔日是重新得到快乐的日子，阮相信今仔日是得胜的日子，阮相信今仔日是阮得到医治的日子。阮的心灵、阮的身躯，拢要互上帝来医治。伫阮的敬拜的时，伫阮领受上帝话语的时，你特别来医治阮，特别来更新阮的心，互阮得到头棒。阿门。阿门。这时阵，咱就会有数读圣经来祈祷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你来甲边仔的人讲，邀请你甲我做伙敬拜。邀请你甲我做伙敬拜。哈利路亚！耶和华上帝是咱的帮赞，阿门。耶和华上帝是咱的快乐，阿门。咱我靠上帝，咱就啥物拢唔惊，咱今日靠咱要做伙用喜乐的心敬拜跳舞阿乐上帝。做伙来。阳光是我的主，我微微摇动。家。
上帝，我就啥物拢唔惊。有上帝，我就啥物拢唔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的上帝是创造全世界的上帝，伊所创造的，拢要来敬拜阿罗伊。哈利路亚。阮的上帝嘛是疼咱每一个人的上帝，所有一切荣耀、尊贵、能力，拢要归乎伊。咱做伙用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永，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米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阮的上帝。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永传永，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里，你是阮的上帝。阮的上帝，
首诗歌，拄啊咱唱的最后一句，可以帮我投出来吗？最后一句，对。圣洁、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乎你。咱做伙来念一遍来，请。圣洁、荣耀、尊贵、能力，拢归乎你。你要安怎做，才会当将这一切拢归乎耶稣咧？除了咱献上咱所有的敬拜，咱大声唱歌、跳舞来赞美之外，有另外一点就是咱会当来传福音，阿免吗？阿免。当咱传福音的时，咱会当看到上帝荣耀、尊贵、能力、圣洁，会充满伫全地，阿免。阿免。阿免。但是这礼拜咱的幸福启发已经开始啊，所以咱特别为着幸福小组、幸福启发来祈祷，互上帝的荣耀、能力、权柄，真正会当遍满伫全地，阿免吗？阿免。我邀请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举起咱的只手，咱做伙大声来祈祷来开始。哈利路亚，谢拉巴拉拉西勒天的，是主上帝所有一切能力、尊贵、荣耀，拢要归乎你。是啊，是传福音是阮基督徒的使命，所以我们将这福音来传出去，传到世界的地面，传伫阮的身躯边的厝边隔壁，全一切人，所有人拢要来听到你的福音。哈利路亚，谢拉巴拉拉西勒的，西勒的。咱做来敬视阮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上帝，阮要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咱举起咱双手来敬拜，哈利路亚！坐伫宝座顶，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上帝，阮要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就来破下黑口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相信上帝荣耀要充满全地，阿免吗？阿免。唔但充满伫咱的心上，所有的人嘛拢要来认捌上帝，阿免。阿免。阿免阿免，咱从上大破下给一摆黑口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邀请兄弟姊妹，你甲边的人讲，你的敬拜真正足水。你的敬拜真正足水。兄弟姊妹，请坐。恭读圣经，圣经记载伫罗马书10章第9节甲11节、14节甲18节。罗马书10章第9节甲11节、14节甲18节，咱齐声来共读，请。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死人中国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甲失望。毋过因着无信伊，哪会求救伊？就无听到。哪会信伊？就无人传，哪会听到？就无差派，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力偌尼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对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
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传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圣经共读到遮，愿信心开咱的目睭，互咱看到上帝的话语是遐尼啊奇妙。这时咱要甲时间交互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迎大家来到咱这个工地方的永光教会。咱即摆来到这有亲像来到工地无？哈，做亲像是工地吼。总是咱感谢主，互咱有经过这段期间，咱做伙甲咱的教会向前行。所以袂因为惊热来到这个工地礼拜。你拢是上有福气啊！阿们，你甲隔壁，你甲伊讲吼，你唔惊热，过来礼拜，足有福气的。好啊，所以感谢主，互咱今仔日拢会当伫遮组织。那牧师呢，要讲道之前呢，牧师要来邀请咱的一位咱的同工咱的执事，伊要来遮见证。咱拄则的主题是讲袂捌听见。太话信的，咱来讲一摆来，袂捌听见太话信的福音，若无经过听，要叫人安怎信？因为伊毋知要对信起啦。你阿妹吗？咱这是请咱上新的咱的彩题执事吼，伊信主吼短5年，总是伊来到伫教会了后，伊的心就拍开，所以咱来听伊真美丽的见证。用上热烈的呼啊声来甲咱欢迎咱的彩题之师。亲爱的兄姐们平安，因为我台语不好，我就直接讲国语哈。然后，好，很荣幸与大家来做见证。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我们的那个启发3.0幸福小组。那我就是那个幸福小组，我是因着幸福小组而受洗的。然后之前有人来跟我传福音，我都不来邀请我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圣诞节活动，我都说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要参加。然后那时候我们的米莉老师她邀请我来参加幸福小组。我因着米莉老师的邀请，我就来参加幸福小组。结果我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教会的姐妹都很热情，又很亲切招待我。然后我就觉得，我感到备受尊荣。然后那一天回去之后，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被充电一样，因为我本来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然后我觉得好像被充电一样，心里很喜乐，不然我其实是很负面，那时候已经生活到一个很负面的一个境界。然后我就心里充满喜乐，而且那个喜乐是持续1个礼拜，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然后到下次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我们那时候的福长淑珍福长，他就递了一张受洗单给我，其实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可是我那时候很感动，我就很勇敢的接受这一份礼物。其实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两边的家庭都没有人是基督徒，我是第一个受洗的基督徒。然后我受洗之后，我就参加培育课程。参加这个培育课程当中，我越了解这个福音的好信息，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我就知道这个福音的宝贵，就像马太福音13章44节所记载的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我就希望我爱的家人也可以领受这样的祝福，所以我很努力的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都是没有感动，然后有时候也很拒绝我，大概10次有9次是拒绝我的。然后，因为我们夫妻，当然我觉得夫妻是2人同为一体，
所以我也跟我先生传福音。然后我先生他都不愿意，他年主日都不想来参加，他绝对不会参加。他说他不想要参加这种场合。然后我也有邀请他，我想说那旅游步道好了，他有参加，可是都是人的，就是也没有跟其他人有所互动。然后有一次我就很急了，因为我觉得传了这么久，他们都没有感动，只有我一个人得着这个福音。然后我有一次急了，我就对他讲说：难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我上天堂了，你要在地下轮回吗？然后他就听了很生气的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啦，信仰是个人的自由。然后可是我还是不放弃，我还是持续的在祷告当中。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意念进来，神告诉我说：你不是因为幸福小组受洗的吗？难道你不相信幸福小组有那个圣灵的大能？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主啊，那求你让我的先生参加一次幸福小组就好了，一次就好了，因为我很相信幸福小组必定会给我们家带来那个转变。结果在一次那个永伟牧区的旅游步道，我就请嘉玲副小，我就跟嘉玲副小说：你可以请志豪小组长邀请我的先生参加幸福小组吗？结果我的先生真的参加，神应许我的祷告，我的先生真的参加幸福小组，而且他后来也参加那个培育课程。在这个培育课程，他上了成长班结业的时候要分享，他突然表白，在分享的时候，他表白说他也要受洗成为基督徒。那是我没有预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一颗顽石可能滚不动，然后所以他在那个分享的时候，突然说他要受洗的时候，因为我是不知道，我当场就哭了，我就飙泪，因为我相信神，他已经听到我的应许，他要祝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然后我也看到我先生的转变，本来我们都是没有话讲的，就是已经夫妻太久，变没有什么话讲。可是我看到我先生转变，他变得更谦卑，然后也跟我们两个会互相的共同讨论事情，我们也在主里面共同的服事，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说。上个礼拜这个复活节主日，我先生带着我婆婆来到这个复活节的主日，这也是我一直在为我的家族祈求的。我相信神要应许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的婆婆也要恢复那个健康，让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家族都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荣耀。所以我要鼓励兄姐们，你们不要怕传福音，因为某个人就会因你来得福。我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哇，这是一个对一个完全无信来到信，伊的迄个信带来互家庭一个真正实在的快乐。伊的丈夫嘛来信，咱敢捌伊的丈夫毋捌吼？咱第一场拢较毋捌。彩提你搁徛起来一个彩提吼，伊是咱上新的执事哦吼，彩提执事。第一场较毋知影伊的丈夫是啥物人，好，彩提你往哪搁徛咧？是伊的丈夫会家己徛起来。哇，这是咱的建宏啦吼，伊嘛是伫这2年才洗礼吼，因太太讲伊亲像迄顽石有无？铁齿啦。我甲你讲，伊真正足铁齿的。伊为着要相信这个上帝到底是真的，像恁讲的遮好吗？我一定爱有感受，所以伊就甲上帝出一寡难题呢。所以咱遮的同工就互伊母甲要死。伊讲招人讲，你甲我去拍迄保龄球对吧？保龄球爱几个叉？6个啦。因为伊真够拍，伊拍咧拢乒乒乒乒，拢乒去了，伊拢拍赢。伊想讲咱遮的咱的兄弟姊妹要拍保龄球绝对拍袂倒的。伊就讲恁若有6支倒去
我就去洗咧。伊安尼咧，你看有万倍无？有铁气无？结果咧，哇！大家啉哇！咱的兄弟姊妹说，有影啉袂赢伊，拢无倒。后来，咱的兄弟姊妹一个倒2支，迄个倒2支，阮加起来6支，安尼嘛是啊。想办法就是要爱互伊来领洗咧，得到这个福气。后来伊讲袂当，爱一个人倒6支，我都无。结果迄一天风台天啦，风台天哦，伊家咱的会讲爱6个叉对无？打叉6支安尼6个。迄一天伊来到伫教会时阵，迄个保龄球馆无6支叉吼，来到教会煞看6个叉呢？为什么？因为风台来。所以牧师咧，就伫甲窗啊吼搭迄胶布啊，胶布搭6个叉，伊来看着，哎哟，安尼6个叉拄好伫咧遮，伊心内面就啊，这是上帝在对伊讲话，铁气的人啊，你着悔改。这就是伊来信主，还有真侪信仰的问题，伊拢甲牧师讨论了，所以伊甲牧师的line吼。足密切的啦吼，伊问题拢问牧师啦，所以我直接就甲伊回答吼。所以伊改变真济。顶日啦，为着伊的妈妈来，妈妈介绍一下妈妈，建宏带来妈妈啊，咱来讲明主这平安，阿门。好来，请坐，恁三位请坐。所以啊，我顶日啦建宏我伫敲电话关心伊，然后伊就讲着啊。妈妈嘛要来到教会，哇！我就真正欢喜，所以牧师就伫电话内面甲伊做伙，为着妈妈祈祷。哇！建宏的祈祷，我惊着咧讲，哎哟，啊你信主无超过2冬，啊你的祈祷，那遮尔有困难，伊充满信心，为着妈妈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感谢主，因为咱的菜题，一个家族、2个家族，透过一个人。愿意听，愿意信，这个信就是信任，这个信就是信心。其实咱伫民间的宗教，不管是佛教还是道教，因无有在讲这信任啦。我着甲这个神明，我求你着甲我，你着互我正就对啊。你着听我，甲我，互我福气，互我好，互我平安，互我趁钱，拢是神明你互我，总是。人甲神明无啥物任何的关系，毋过伫咱基督教内面，咱甲上帝是爱有密切的关系。阿门吗？就是对迄个人物。今仔日我若无人物你，我敢会甲你做伙食饭？敢会？你无人物即个人，你敢会甲伊做伙清清菜菜伫咧路边，就讲啊，我招你食饭，伊敢会甲你答应？袂对无？所以一定爱有关系。所以咱甲上帝是爸囝。你若生咧，你就是当做伊的查某囝咧。查某囝就会当得老爸的财产，对无？迄个财产是啥物？天国的财产。所以咱伫庙啊遐咧拜拜，伊袂讲神明讲，你是我的查某囝，我请你做伙食饭，我请你啉咖啡。神明因袂做即款的事，阁有神明因嘛无有即款的气力，甲迄款疼人的关系，只有创造咱。灵魂创造咱生命，享受咱空气，享受咱水，享受咱万有的这自然的面的这个上帝，伊才在乎啦，伊才关心咱的生、咱的死、咱的活、咱病痛，上帝拢关心。阿门。所以咱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伊在讲吼，讲人来信这个耶稣。你毋免吼安尼白，然后哇足努力开足侪钱，毋免。伫圣经内面伊讲吼，你只要喙若相信，咱讲喙相信来。好，搁一解，喙相认，心相信。迄是啥物意思？我的喙吼，我若承认，哇，这个是我的天父，伊赏赐我，所以。我要承认，伊就是我的耶稣啦。然后我的心相信咧，我的心内我相信，不管别人安怎甲我讲，你信咧假啦。若无你著叫上帝来互你看。遮个人讲的，我拢毋听，我敢若独独要相信，因为上帝透过大自然，就是咧讲上帝的显明。咱的大自然就是上帝的显明。
大自然就是上帝显出来，互咱看。所以咱看有山无？有看到山无？是山，敢是人做的？山是啥物人做的？上帝做的。有看到云无？有看到云无？咱的建宏吼，伊叫万事通啦。万事通敢有看到做云？无法度咧，也无万事通，你去云，挽迄个云落来，互咱佚佗好无？无法度。上帝做即个云，所以遮的一切，毋是人所做的，就是代表即个所创造的迄位比人搁较厉害，迄位就是上帝。咱要信的就是即位上帝啦，阿门。所以咱来想，假使咱信主的人，咱已经得到即个福气。即个福气是啥物款福气？是完全平安的福气。啥物叫完全平安？意思就是讲，毋若互你的生活会当得到祝福。迄个生活得到祝福是啥物话？咱知影，譬如讲，牧师即马伫即个讲台顶，伫恁所坐的所在，恁的涂骹拢白的，对无？啊，牧师这遮有坎咧，恁敢有看到？一坎、两坎。咱的人生的路上，常常咱会拄着坎，也是拄着迄个路有诶空。啊，有时阵咱来急性，也是做啥物代志无看到，有时阵会跋倒。这就好亲像咱的身躯，有时阵嘛会跋倒呢。安怎跋倒？甲厝内的人冤家啦，翁仔某袂合啦，囝教袂下啦。哇，这就是人生命的坎坷。搁有上大的，就是互咱感觉迄个苦难足大的吼。人生就好亲像苦海啦。啥物苦海？甲翁袂合就煞去啊，甲某袂合就煞去。哎哟，我去破病呢。啊，破病吼，啊是要啥物人来甲我照顾？人生充满着你未知的艰苦伫遐咧等待你。总是上帝伊就讲，你毋是迄个孤单的，你是有福气，因为我创造你，所以我要保护你。就好亲像咱做爸母的，做爸母你囝生出来了，囡仔生出来了，然后生出来了，你甲我讲哦，生出来了 ，baby 你自己奶瓶在这里，你自己喝，干嘛安尼？囡仔的 baby 你家己啉，会袂？囡仔慢慢大汉了后，伊要学行路，请问爸爸妈妈，伊开始咧学行路时，你会家己看无？哎呀，慢慢仔会弄着哦。哇，来，哇，迄爸母对囝咧学行路，教伊安怎食饭，教伊安怎讲话，迄款爸母对囡仔有亲切无？哇，足亲切咧！然后咱做爸母就是惊伊去跋倒，惊伊去弄着。啊，若是去跋倒了，哎哟，该扶起来，呼呼妈妈，呼呼妈妈，呼呼，所以马马虎虎就出来啊。啊，迄就是咱对囡仔听，牧师要甲咱讲，这就是启发。这个启发是啥物？得甲咱讲，啊，咱诚做爸母，咱较早是囡仔，互爸母照顾。啊，即摆咱大人啊咧，大人啥物人要来甲咱照顾？哇，咱的心较开始，哎呀，我的囝毋知会甲我顾无？啊，我的囝也拢对新妇去啦。啊，我的囝吼，咱足少转来，我开始烦恼。总是咱知，你若信耶稣，你有一个足大的福气。我大汉啊，我老啊，我以前是顾我的囝，但是我有一个永远的阿爸爸，就是天父，伊在照顾咱。阿妹吗？而且照顾咱，毋是照顾到咱死哦。这个阿爸吼是有头有尾哦，照顾咱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什么时阵？到永远。咱讲阿爸照顾我到永远，咱做伙来讲来。阿门。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把这顶好的福气传给咱厝里的人。伫佛教、道教内面，因毋免传呢，因为因无迄个使命。搁有因要传啥物？因为因毋是因无迄个永生，因爱去轮回。所以你要共传讲你去轮回吗？啊，轮回要做啥物？轮回啊，搁去投胎啊，然后后世人做鸟鼠。你敢要安尼？所以你这敢是福音？毋是啊。所以伫遮民间宗教的人，因的心真惊吓迄个死亡，惊吓迄个死亡，搁过来咧。惊迄个死了后啊过去咧，
请问你有相信死了后搁过去迄个永生无？敢咱两条路，一个是永生，永远活到转去到上帝遐；第二条路永死，去到倒位？地狱。所以咱爱知影，咱伫地面上，上帝互咱遮的，咱在座，拢遮尔有福气，已经听到即个福音，所以咱听到了后，爱甲传出去。所以咱的信心大声是凭着听见，所以袂捌听见太为信咧。这咧讲的是啥物意思？人有的人真侪人伊毋捌信，伊无信耶稣，是为虾米？因为伊毋捌听过耶稣啦。咱去街头报道，甲即个好消息要分互人的时阵，甲因讲说：你捌听过耶稣无？伊讲耶稣是啥物？我拢毋知。耶稣是人，还是一个物件，还是啥物？做人毋捌耶稣，毋捌创造天地，因为是即个天父来创造。足侪人因为毋捌听过福音，所以无信，毋是拒绝。毋是拒绝，有的人伊铁去伊拒绝，这是即款的人。所以人有三点好：第一，伊毋捌听过，所以无信；第二，就是伊听过，但是伊毋信。即款，所以有的人伊根本就毋捌听过，嘛毋肯信。你是属于什么款的人？所以咱即届咱的小组开始要推动即个启发。启发就是透过迄个影片，影片真活泼，逐国的，然后伊就会甲伊采访讲：哎呀，文雄哥啊，你活伫即个世界，你感觉什么是啥物，互你上快乐的？伊就会甲你采访问即个问题。每一国的人，每一个无共款的年岁人，伊就会去想，然后咧，换咱来想。所以上帝就要透过安尼，互人真简单会当听见，就会当来听见福音，然后先听见，然后伊再来信，再来明白即个上帝。所以上帝为什么爱讲咱爱先听见？咱无爱先看见？伊讲先听见，因为上帝创造人耳啊，迄个耳啊，毋是要听到声音哪定。牧师甲咱讲，上帝创造耳啊。是要互咱听见上帝的声，阿们。咱就是讲拢听见人的声，所以拢听真侪杂音，对无？但是你甲迄个杂音、迄个耳孔的部分，甲伊踢起来，只要你听的就是上帝的声、宽免的声、仁慈的声、慈悲的声、鼓舞的声，互我的身躯会当臃肿的声，你听即款积极的声，拢是对上帝来，所以。咱爱透过先听，然后才会当信。所以兄弟，你的厝里的人，你即马来想看觅？你伫恁厝里人，什么人你还未甲伊讲过福音？迄个讲福音真重要，你来讲耶稣要救你，你信耶稣，嘴承认，心相信，你的灵魂会得救。你爱甲即句话，甲你的厝里的人讲。真侪人，因透过你的带领伊来信主，但是你厝里的人，你想啊，我毋敢，阮兜的人拢搁甲我倒抢所以我拢讲足惊，毋敢甲厝里人讲。请问，你若有1000万，你会足大方，然后足有勇气讲，来，1000万，互你，你的迄个信心会有足在无？会无？会。咱传福音，你要互伊的，毋是1000万哪点，是超过1亿万。永远我的福气，你要用偌济钱才会当买？无法度。所以你爱有即款的信心。所以先听去。所以咱即届透过即个启发，要来互大家来听。所以人上欠的，伊无信耶稣上欠的，就是因为伊无听见福音。所以咱照着上帝所互咱的，上帝伊创造人的耳啊。我问恁，上帝敢有听见？咱的上帝会当听，有听，伊有法度听到无？上帝，好，伫外口，咱伫拜的，遮个人伫拜遮个神明，好，伊有法度听见无？伊无法度听见，好，所以伊嘛无法度看见，
伊嘛无法度食物件，是总是咱的耶稣食物件。咱的神，咱的上帝，伊是有听见。啊，若无伊若无听见，咱有听见，安尼人就比伊较厉害啊。所以伫诗篇讲，创造耳孔的上帝，上帝兼无听见嘛？上帝是听见的上帝，看见的上帝，是有感受的上帝。这就是咱所信我的上帝。当兄弟，咱的听见是要建立一个关系，这就是一个关系的系统。所以咱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承认耶稣？这就是你甲伊的关系，就好亲像翁仔某结婚，结婚了后带做伙有关系无？有关系，然后生出囝儿出来。上帝甲咱的关系永远是安尼，迄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一点，牧师是讲，咱的信心是爱靠先听见，所以咱爱传福音。第二个，牧师简单来讲，上帝透过人来传福音，人就是传福音的管道。就好亲像菜题，伊透过伊，然后伊听见了，啊，伊阁有透过别人来甲伊传福音无？有啊，阁甲伊邀请，伊嘛捌拒绝过。但是上帝要听伊，要拣选伊，就是互伊有迄个机会，透过伊的两个朋友，一个是米莉，一个是淑珍。哇，因安尼用迄个热情，淑珍甲米莉甲伊传福音，啊，摕即个寿喜的卡互伊请问，因两个敢有得到科米奖？敢有无呢？无呢？这拢是白白得到即个恩典，啊，你着白白甲分互出去。所以咱袂讲去街头布道讲传福音了哦，哇，这一传价值1000块，1000块来，交来，拢完全无。基督徒毋若甲人传福音，佮请伊食饭，佮买衫裤互伊，佮陪伊去看病，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听伫咱内面。咱所求的回报是啥物货？无啥物回报啦，无回报，完全就是你若信耶稣，这就是你的福气。你有一个耶稣，有一个天父，你已经迄个认祖归宗，毋是认祖哦。吼，认祖本来祖先就是咱来做认祖归宗，认祖归宗，这就是咱要行的路。所以上帝透过咱人来传，然后咱甲咱的厝里人邀请，邀请伊去出去外口佚佗，也是爱来到伫咱的教会。伫即马即个中间，你会当邀请你的家庭，然后来参加伫你的厝里的人的迄个小组，互因来看即个影片，吼，即个影片就是一个启发，迄个启发就是一个真好，因为上帝主耶稣伊讲，主的声音要遍传。主的声音要遍传，伊的言语，上帝圣经的话要到伫地极，这是啥物款的意思？上帝的声音要遍传，遍传是要安怎遍传？咱知影，上帝的一个时代做真奇妙的代志。你若讲咱一个人去传，一个人去传，要传到啥物时阵，全世界人会当听到福音，真困难，可能爱真久。总是伫几十年前，上帝开始互咱即个地球开始有网络，然后咧有影片，然后有 Line， 哇！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伊要互福音遍传。所以即马若是有遮个网络，然后有遮个 Line， 然后有遮个电脑，即款的发达，科技的发达。咱的福音是毋是一传就会当到伫全世界？阿妹吗？所以上帝话应允，伊的福音要遍传，伊的话要到伫地极。兄弟，咱就是活伫即个上帝的计划内面。所以上帝召着人，找见你去传，甲你的厝里人甲伊讲，你只要甲伊讲来，你来参加阮的启发小组，上帝就会感动伊的心。咱伫即几礼拜有即个启发小组，有一个小组的组长，伊就甲牧师分享，姊妹来到伫伊的小组，过去毋捌来到伫小组，伊来到伫小组的时阵，因开始就看即个影片，即影片拢是真实录落来，
然后这个姊妹伊看了后，哇，迄个在内面在讲的拢是讲到伊家己啊！哇，伊感觉伊将来伊的迄个心内的艰苦，拢毋捌对人讲，人嘛毋知，厝里的人嘛毋知，因为讲袂清楚，啊，搁互人误解，所以拢安尼家己藏在心内底调咧，一直到即马，来到伫小组听看到即个短短的影片，然后迄个内面讲的，拢是讲到伊心内事啦，伊的压力啦，伊的重担，伊就看，伊就流目屎。伊就流目屎，然后伊讲：哇！伊即个目屎一个流出来时阵，伊讲：好亲像伊的重担，做拢无去呢。伊咧烦恼的代志做咧无去呢。伊讲：哎哟，伊毋捌感受过即款的平安呢。原来这就是平安哦！哇，这个平安有够宝贵的。了后，伊拢继续来即个启发小组。亲爱兄弟，传福音非常的简单。所以，咱受上帝差遣，这就是差遣系统。每一个在座的，你拢伫上帝的计划内面，你就是迄个受差遣的人，阿妹吗？所以，你爱做的代志，就是甲你厝里的人毋捌听过耶稣的，然后你甲伊介绍讲，这真好哦，哇，好康的才有报你知，所以你甲好康的报互厝里人知，然后你爱勇敢，甲伊讲，这个福音会当帮助你。咱伫这3礼拜，牧师腰脊骨后来开刀嘛。这礼拜、顶礼拜因为咱顶礼拜牧师有出现对无？啊，坐一下伊就疼到挡袂牢，就转去厝一直到阴暗。牧师看我看咱的周牧师已经疼到差不多揪起来。后来我就讲安尼来急诊。后来阮拜一就去急诊。伫这个过程内面，牧师非常的艰苦。医生吼，伊讲，即款的疼吼，查某人生囝吼是10分的疼，啊，周牧师即款的疼叫12分的疼，安尼啦。所以伫即段时间，牧师我的心会看路无？毋若牧师看路，兄弟姊妹大家嘛拢咧看路，少年牧师啊，一直关心牧师即摆情形安怎，大家拢一直关心。咱就是伫即个艰苦，拄着艰苦的时阵，咱较需要上帝。但是你过去若拢毋捌耶稣，你伫艰苦的时阵，你根本就毋知要安怎求耶稣。所以，迄个艰苦已经足困难了，你的心搁较困难。所以，肉体病痛困难，你的心嘛困难。所以，困难加上困难，你当然会倒去。总是伫即几礼拜内面，牧师完全拢无爱过。牧师家己安尼足疼爬起来，搁伫遐弹吉他、吟诗学落主。哎呀，我入去看到时，我拢流目屎。迄就是伊的信仰。伊讲我愈艰苦，我爱愈学落上帝。总是伫这3、4礼拜，伊的心有一款的平静，有一款的平安，因为伊知影上帝一定会安排时间来甲伊医治。所以，阮就等迄个时间，啊，毋是戆戆啊伫遐等。阮甲我的囡仔，逐工囡仔若出去外口无闲，转来第一件代志，就是入去房间看爸爸，然后咧为着爸爸祈祷，一直祈祷。所以伫即个中间，互阮感受到牧师伊伫病痛内面，伊用迄个信仰徛起来，勇壮起来。我甲你讲，阮若无即个信仰咧，害惨，而且还会叫天怨地啦。总是咱信主的。才会拢无去，因为咱的心有耶稣入来，迄个真实的平安，迄个平安会当促进你的细胞活化，互你的细胞改变。因为咱的身躯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当咱信耶稣了后，讲耶稣啊，你救我！耶稣啊，你救我！你敢若救安尼，叫安尼都会使，你知无？内面的细胞，内面的骨头、筋骨，听到耶稣了后。遐癌的细胞，遐无爽快，拢总爱退场，好的拢活起来。因为什么人咧叫？伊的军官咧叫啦。军官是什么人？耶稣来啊啦！耶稣来，好的细胞拢集合，遐歹的细胞咧就揪去，大家拢唔敢听到耶稣。所以咱的身躯为什么上帝爱咱信主？因为咱的身躯被创造有迄个机能，
迄个机灵就是你若信耶稣，你迄个机灵就活起来，你的平安就伫内面，你的身躯就会勇壮起来。阿们吗？上帝要祝福咱，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会当真做受主差遣的，袂捌听见太违信，咱甲即个福音传出去，传出去。咱用这首回应诗来听见上帝怎样来对咱讲话。好，咱这回用这首诗歌来回应。邀请兄弟姊妹，咱起立做伙来吟，这是华语的。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云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唤醒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来算个耶名是专用的，你名啊，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哈利路亚！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来算用，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哈利路亚！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
为着咱拍破迄个黑暗的关系，癌症、疾病、不好的关系，一切这种种消极负面的，拢是黑暗的关系。只有什么人会当赢过黑暗的关系？只有耶稣基督。咱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这是无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着咱来祈祷。你若是有感情，或者是有某一个所在有痛痛的、有病痛的，请你将你的手放伫迄个所在，无需来为着你祈祷。咱心内对这个上帝有信心，因为上帝你就是迄位主。你若是骹头有无爽快，倒位无爽快，头壳痛，你将你的手放伫迄个所在，无需来为咱祈祷。哈利路亚！阿爸天父，多谢你找起耶稣基督，为着阮死过活，互伊透过赢过迄个黑暗、迄个地狱阴间的迄款黑暗的关系，当伊过活，所以阮伫伊的囝儿，阮属伫伊，阮就离开迄个黑暗，因为这是耶稣你应允，你答应阮的，互阮拢会当离开这黑暗的捆绑。主即是奉你的名，主啊，今仔身躯有感情的感情，迄个感毋是对上帝来的，因为上帝你是享受健康的上帝。主啊，有感情的，主你来拄起，来斩掉伊即个感情，迄个艰苦。主啊，你要完全来医治有感情的人，因为耶稣你将你的血宝血洗清阮的罪。主啊，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清气。所以，阮的细胞嘛要恢复迄个清气。阿门。主，我也为着常常头壳痛的人，主啊，你来医治伊，互伊伫伊的头壳无爽快或者是压迫。主啊，你来甲伊同在，互伊离开这压迫。特别上帝，你享受你的话语伫伊的内面，互伊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迄个喜乐会灵伫伊的内面。主，我也为着迄个胃有胃癌的。上帝，你来医治，因为胃是上帝你创造要消化的，主啊，所以这个消化的系统伫主你的内面，你要恢复兄弟姊妹伫因的胃内面的健康，因为胃溃疡的、12指肠溃疡的，主啊，你拢完全来医治，奉主你的名，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伫筋骨的顶管，伫神经痛痛的顶管，主你也来医治，因为上帝你要叫互阮的手。会当有力，互阮的脚会当徛直，因为这是上帝你大应允。多谢主你的疼，多谢主你的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位来唱歌来，在高山宣扬耶稣，咱举起咱的手来街道学上乐，宣扬，举起咱的手来学乐。耶稣照亮黑暗，宣告我已经医治，我已经得医治。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山宣扬，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为我家庭宣告，来，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亲爱的姐，咱做伙来讲，我的家庭有耶稣基督，做伙来讲来。我的家庭有耶稣基督，我得到医治啦，来，我得到医治啦，我的心有平安，我的心有平安。大家讲阿门，阿门，阿门。上帝要祝福咱。后礼拜，咱的牧师邱牧师伊讲伊要来讲道，哇，伊今仔日还阁无啥有力吼，总是伊讲伊后礼拜伊要讲道，所以咱这礼拜为着伊祈祷，互伊有快乐，阿门吗？阿门。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
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愿靠主是阮做证，谦卑领受我命转弯，信心甘愿，下天开来，有那主阮信心所望，甘心乐意。会上请坐，这是咱要请阿伦传道来做事工的分享。好，伫阿伦团队要报告消息，牧师先来甲咱看咱的边仔拢敢有电风，你的位无电风的举手一下，拢有电风是无？吼，是所以咱的教会，咱即马伫募集电风啦。吼，咱的厝里吼，若是讲拢有吹冷气，尼若电风吼新哦，搁清气，迄个声搁袂真大声，你会当甲电风敲电话甲咱的会华干事。牧师来，感谢主吼。呀，然后咱就会当甲会华干事吼，甲伊讲我有电风要来照教会，咱大概到5月，咱即个中间安尼有电风，即款迄个放伫涂骹，这嘛会使，迄悬的嘛会使吼。总是一定爱先甲会华干事甲讲一讲，你要电风要先照教会用，安尼然后用了后，咱佫会行礼吼。毋好无讲，逐个拢起来，说电风比人较济。吼，是所以咱伫募集即个电风吼，若是有诶话，或者甲用个清气，因为要放伫圣殿用，所以咱甲用个清气了后，然后甲会华干事讲，然后摕来教会，安尼好无？咱共同做伙安尼来经过即个工地诶英公教会吼。好，来，请咱的阿伦团队。好，感谢主，咱做伙来关心咱即礼拜事工。嘿，来变。好，我会记咱有2个影片爱看着，好，不要紧。这是咱的崇玉第一摆家己投影吗？刚是第一摆，好。好，不要紧，有一寡我先用先看咱的周报来报，好。有啊，感谢主，好，谢谢。
按做伙来读咱即礼拜导读的经文，来红色的这纸吼，红色的这纸来请。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来个一摆来，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提摩太前书6章10节。好，鸦片，OK。好，这是阮伫8月青少年的撼动星球。Yeah. Thank you for the day that you have made. I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I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Thank you for the breath inside my lungs. Thank you for your grace that's never giving up. For God to love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And if you believe in Him, then you're done already won. So praise God. So praise God. So praise God. Praise God. Rejoice, rejoice, the King is on the throne. Rejoice, rejoice, all creation sings along. Rejoice, rejoice, the King is on the throne. Rejoice, rejoice, all creation sings along.好，咱若厝内有即少年囡仔是国中到大学即年纪买当，欢迎伊来参加。我有就做个青少年伫即个营会内面，真正有得性命的转变。阿门吗？阿门。所以马上邀请恁来邀请咱厝内的青少年来参加。好，下一点。好，4月25号是新北市城市基督餐会，是伫新店的即个饭店，上午10点伫新店的即个饭店来举行。即个基督的餐会就是有各教会、无同的教会组织做伙，就是为着咱的城市来祈祷。若是嘛有可能会有市长，还是一寡首长会参加。所以咱教会认领20位，咱需要家己出500块，教会补助500块。所以咱请来咱的会华干事来报名。好，这是这礼拜启发幸福小组的影片，来请看。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欢迎来到启发。Sun is shining down on me.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in every single way. The God who made the universe knows me by my name, so it's a good day. Baby in my arms, walking through the neighborhood. 好，这祝福墙就是咱4楼办公区遐就看到这个祝福墙。Single way. The God who made the universe knows me by my name, so it's a good day. It's a good day. No, it's great. Everything I prayed for didn't come in late. I got all I need and I didn't have to wait. Ask me if you love me, you didn't hesitate. Turning all things to gray skies blue. Hear the church saying, won't He do it? I know He's got my back. That's why I'm singing that I'm about to have a good day, no matter what they say. Sun is shining
这就是咱这礼拜的启发。我相信，咱透过启发，咱有更加侪新朋友会到咱的教会来。阿门，阿门。好，咱嘛继续为着启发来祈祷。刷接，这是永和国中的考生祷告会，要来招募志工，时间是伫5月8号下晡2点到3点，要为着这些考生来祝福的祈祷。这嘛是非常好的机会，会当互咱入去到国中内面，透过咱的信用来接触这些囡仔。因为即摆要透过信用的课程来入去到国中，要入去到学校。真正是愈来愈困难啦。不过有安尼难得的机会，一年有1摆的机会，咱会当入去到学校内面来，这学生来祈祷，嘛是因来传福音，嘛来互因更较侪祝福，互因来明白即个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若想要来参与伫即个祝福祈祷祝福的活塞，就咱的会宴干事来报名。好，咱的中央空调修缮的专款，到即马是338。总共338万，咱继续为着这项来奉献嘛，来祈祷。好，咱2025年度的奉献的证明已经放伫咱个人的奉献柜，请咱家己来看。好，台北中会妇女事干部第49届爱修会是伫。毋是伫荷兰吼，这是伫台湾的郁金香酒店来举办。那有兴趣的，来玉喜区长来报名。好，永伟牧区跟着胖胖到基隆吹吹风，这是本周六10点教会1楼来集合。即马各会当来报名，所以来请会当来永伟牧区的这小组长来报名。好，青少年牧区伫4月19号礼拜日下晡。有即个统测甲会考生的即个考生祷告会，咱继续为着这考生来祈祷，互因伫考试顶真了得到上帝的快乐、上帝的智慧。好，健康的祈祷，咱为着咱的周牧师，嘛为着咱的明主者来祈祷吼，上帝来医治因，互因得到完全心灵的健康。阿门。好。由圣义弟兄蒙主温调，所以伊的个别式是伫4月15号，所以请诗班咱若要来参与即个活塞7点半集合，咱要来练习即条诗歌，咱嘛继续为着因的家族来祈祷，上帝来安慰因的心。好，咱今仔日敢有咱的新朋友伫中间无有一寡较久无来的人，咱嘛让做伙来拍招呼。好，咱的做伙用即首诗歌来彼此来祝福。请大人起立。伫厝内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是，完成时来充满你，断梦大能力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面光照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大福气，一路来，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处处大福气。将咱的时间交互潘牧师。咱来请。周牧师伊坐轮椅，应该会当为着咱祝福，迄个快乐更较大来。将咱的主任牧师，咱的周牧师来为着咱祝福的祈祷。哇，感谢主！当然爱先大家说多谢。伫即几礼拜，每一届特别礼拜日袂当甲咱礼拜的时阵心内拢足艰苦的吼。毋过我知影这有上帝的美妙安排，所以将家己交伫上帝的手中，这是上稳当的。所以我嘛家己安尼亲身经历，伫过去这段。当然，即摆伫复健的过程，即摆听已经拢完全袂听，嘛袂
嘛袂酸，嘛袂麻。哇，吼阿妹，所以感谢上帝吼。好来，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全能的上帝，你的大的能力，伫阮兄弟姊妹甲因的家庭的中间，每一工拢显明，嘛，互阮所经历的深知，上帝你永远无放散阮，你永远要甲阮永远同在，也阮用心就要经历一切的丰富伫阮的中间，特别为着病痛的兄弟姊妹，向你求讨，上帝你透放，你医治，互因的心会当专业相信，上帝你陪伴的拢是上好的，将一切荣耀归乎你，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咱这个礼拜的主日就暂时到这，兄弟姊妹请坐，大家平安，平安。预备好就